你敢若知影伊的婚叫偌大只尔？伊的心根本就无咧厝内底。评审讲我手我无感情，假使讲我厝内底有一个老爸弟，我哪有可能手我无感情？他是那个经济系的系花啦。我要做一个特殊职业的田野调查，我想要做赛鸽。你来照过来。我捡到你的婚叫啊！你要来住我家，就爱甲粉鸟啊共款听我的话。婚家都还没飞回来，你比婚家个巴康嘞你！对鸽子比对自己儿子还好。原来你在吃鸽子的醋哦。你爸有没有跟你说过鲁哥几回事啊？我这条路好像走过了哎。他只会担心他鸽子不见，不会担心他儿子啦。阿强啊！阮家若无食饲料吼，就知影家己做唔到代志啊。赛鴿赛歌9月2日禮拜下晡1點，就伫公司台記台。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9月21公视台1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先行者苏明先生，昨早暗11点外，因为破病刷来过身，直到103岁。香港反送中运动伫下晡有人发起光复屯门公园的游行，不过所有示威者上弩车旗抗议。意大利拿坡里前几日举办2019世界足比赛，咱台湾代表队摕到冠军。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先行者苏明先生，昨早暗11点外，因为破病刷来过身，直到103岁。伊的本名号做徐朝辉，规世人为着拍倒实名统治的体制在拍拼。少年时，捌因为暗杀蒋介石失败，所互人通缉，流亡伫日本40冬。总统蔡英文和未少民进党人士嘛，因为苏明先生的过身，感觉真唔甘。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先驱苏明因为肺炎断气，20号半暝以高龄103岁过身。苏明基金会董事长洪明宏转达在新进程最后遗言，强调台湾一定爱赢，蔡英文爱赢。蔡总统甲中央人士对苏明离开也拢表达唔甘。伊敢若是讲蔡英文爱赢，蔡英文爱连任，这是伊上尾啊甲阮讲的。他的很多的想法，很多对我们下一辈的人的提醒，我们都会记在心里。苏明本名徐朝辉，1918年伫台北树林出世，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二战了后，回来台湾，认为要解决台湾长期以来家己压迫问题，只有台湾独立。苏明伫1952年因为计划暗杀蒋介石失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40年了后，才回来台湾。这学生拢讲台湾我中国无共款，即马这一般民众啊，去讲台湾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真大的变化。苏明以前为打倒被士兵统治、被剥削的体制来拍拼，伊捌讲革命毋那是反对，而是要推翻体制。不过台湾对革命无啥了解，苏明也认为太阳花学运是台湾历史重要之一。群众路线。对，咱台湾做主人去努力，但是干那和蔡总统做，无合理啦，大家拢做。
苏明近几年较少出席公开活动，但过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又外当看到伊招牌的古惑外套甲古惑裤穿插出现，大写话台湾独立。就算后来主张也不再像早年的激进，犹原受到无同时期的学运分子推崇，将苏明看作真正的独派领袖。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在滚价，下晡有民众发起光复屯门公园的游行。除了强调5大诉求一个都袂当减以外，也抗议屯门公园的噪音问题。不过，因为示威者和警方发生真侪摆冲突，甚至阁有人上5星期抗议，游行嘛提早结束，阁有示威者互警察掠去。香港反送中抗争3个月过，街路打满无共款诉求甲标语。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发起清洁香港运动，表示要清除18区的拦拢墙。不过，前面佢表示，为了安全起见，只係清掃街區本數。當然，我哋對連儂牆我有個睇法啦。如果能夠可以清理的話，咪清理咯。但係強行清理嘅情況裏邊產生有任何嘅暴動嘅情況出現嘅，咁我都盡量避免嘅。何君堯一早甲支持群眾掃本數，不過拄到民眾不滿，愛以私燈關籠。在旺角天橋上，有人主動清理塗骹海報，運動站是有10幾位民眾嚟清理條頂懸嘅宣傳單。執乾淨啲咯，再黐過啊嘛，冇所謂。관광港鐵站是有掛吹暗的女子掠海報，不滿被襲，一度過殺記者。香港衛生局表示，已經接到超過10件甲攔籠牆相關的投訴，確實涉及嚴重衛生問題，政府會清除，不過無任何政治考慮。另外，香港民眾本來發起屯門公園這公園遊行，為要改善當地跳舞人帶來噪音問題。下晡屯門大會堂有示威者燒中國國旗，然後屯門西鐵站也發生警民衝突。遊行第4點提前結束，示威者向防暴警察噴滅火器、拼物件。下晡5點，警方開始清場，有示威者被掠。另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在中央政協慶祝成立70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佢講到愛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也算係反送中運動以來第2擺講到香港。另外，也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形式態度分裂活動。記者綜合報道。跟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頂埔第2屆到台中市廟市參拜，昨伊佇面冊講到。咱一禮拜和2個邦交國斷交，蔡英文干那會曉和阿強啊打壓上萬斤油來治國。今仔日閣罵蔡政府的外交政策無生命力，韓國瑜是講民心會變，莫閣將問題攏撒互哪裡惡鬥。拜六造勢行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頭一擺踏入屏東，甲過去以強廟行程為主無同，這擺定調為產業之旅。頭一站前往萬金聖廟聖殿，第2站轉往隔邊鄉的蘭花園區青葉，支持者大動元宵天旗海飄揚。不過屏東一向被看作是侵略版圖，佫是總統蔡英文的故鄉，比較意思真高。韓國瑜佫較以家己贏的高雄市長為例，強調唔通佫將一切問題撒互哪裡惡鬥。台灣現在還有哪裡絕對的勝率或者絕對的聲浪？在去年縣市長2018年選舉之後，台灣人已經民心思變，所以這個執政的民進黨已經3年半，你應該拿出這些辦法來。不要把一切的問題弄到藍綠的政治惡鬥。對台灣一禮拜來斷交2個國家再度批評蔡政府將斷交撒互一國兩制是推卸責任。早起2度到台中表選戰進程，並且發文稱蔡政府萬金油外交只會用阿強打壓4個月。接受訪問的時陣，直接向北京政府發揮，應該重視2300萬人外交生存空間，同時批評蔡政府的外交政策強背無愧、停滯無情，受到也傳出要有邦交國煽動。現在是外交，可以講是一塌糊塗，經濟是一籌莫展，新南向政策根本就完全是走不出去。請問這3年半的執政，到底要把台灣人民帶到什麼樣一個狀況？未來這段時間再有國家斷交，我想這個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对蔡政府外交政策重回批评，韩国瑜积极伫外交基地另开战场，同时也全力有关声势。一天连走台中、屏东两县市，积极展现人气无落。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批评蔡政府是万金油的外交，总统蔡英文是回应讲，应该严肃看待外交的议题，毋是选举时才提出来要吵。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昨夜批评蔡政府的治安问题，佮讲马政府的时期拢无台人分尸的案件。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治安就爱大家同齐拍拼，莫干那出一支嘴尔。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来到了现场。9年参加轮椅运动舞蹈公开赛，总统蔡英文甲选手拍招呼，虽然心情看起来无受断交两国影响，不过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面切批评，蔡政府外交是摕了万金油的踏实外交。蔡总统回击，爱韩国瑜应该严肃看待。韩国市长如果在选总统的话，就必须要比较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好，他的万金油理论我是不懂的哈。这个不是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领导本来就应该把国家的立场还有人民的这个心声啊，能够清楚的表达出来，这样中国不会误判啊，那国际也能够理解。蔡总统无愿意被韩国瑜的万金油外交牵咧行，爱国民党唔通用来查选举。蔡总统除了伫婚姻下晡，佮甲南投拜访地方，积极稳住农业关的支持。而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出席产销努力达人颁奖，讲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批评蔡政府治安，强调马政府时期无分尸案。苏贞昌当为回击。我们觉得不该如此，我们知道治安是大家最重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努力，更不要来有就这种事情还拿来做，来打嘴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吴主席过去也捌讲过这种话，今嘛佮讲第二摆是观念出问题。面对南兄步步进逼，呼吁斗阵回击，要稳住目前的执政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进前提出甲核实，佮切落去捧。不过，中研院前院长李婉蝶伫咧顶部出席回核亚洲论坛时，伊讲伊完全反对，也批评中科核实是无符合实际话题。针对前副总统李秀莲要挑战2020大选，李婉蝶也讲老一辈应该就要退出。台湾甲日本的民间团体斗阵举行回核亚洲论坛，并且邀请到反对核武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戴夫斯韦灵来台湾参加专题演讲。戴夫斯韦灵认为，即阵除了北韩核武对亚洲造成威胁，印度国防部长进前宣称，印度不排除对核心秘密的冲突优先来导入核武，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Concerns over weapons with North Korea in Asia. There's also the conflict in Kashmir and concerns over India and Pakistan. So this is a very real issue for Asia. 而参加共场专题演讲的中研院前院长李婉蝶，对着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进行提出重新启动核市场时表示反对。我是完全反对的，不切实际的话。身为民进党独派大脑的李婉蝶，今年初也办反对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不过，对着最近前副总统卢秀莲要挑战2020年大选，李婉蝶也讲，老一辈应该爱退出。老一辈的人啊，应该退出；年纪大的人已经跟年轻人脱钩了哦，就是他们想的、走的都是老一套。这一套是有问题的。卢秀莲随后到论坛会场参加演说，不过双方并无讲什么。卢秀莲是不是对蔡英文的选情造成分裂，也成做关注焦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宾州的 Three Mile Island 三里岛核电厂，英国因为要发生核灾的事故，只剩一个反应炉。今年确定无法度摕到州政府的补助了后，决定伫咧当地9月20停止发电，正式关起来。看过美国宾州三里岛核电厂内底2个机组只剩一个搁咧发电，也毋过这个机组嘛要伫咧当地20号停止发电。A few minutes ago, at noon today, Unit 1 produced its final megawatt when operators safely and systematically disconnected our station
from the regional power grid. 为1974年开始供电的三里岛核电厂，在1979年发生事故了后，只存1号机组的反应炉。原本这个反应炉的使用执照的有效期限延到2034年。不过这几年因为天然气加再生能源导入市场，和电力供应的市场竞争是愈来愈大。经核电厂的爱索伦电力公司，在今年5月确认无法度得到宾州政府的资金援助了后，就决定把一地了之的核电厂关起来。 Now, with the closure, we a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be using more fossil fuels, which is going to have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our air. 三里岛核电厂的2号机组，因为在1979年发生过部分螺丝氧气的事故，虽然无发生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嘛无影响到核电厂的员工甲附近居民的健康。不过事件了后，美国官方嘛开始加强核电厂的监督。 其实停止供电的机组，如果要完全对应，要几60天。业者有估要到2018年才会当完全清理核电厂内底的全部放射性物质，前后要开差不多12亿美金。你关闭了核电厂，如果会变成抗气燃料的所在。而厂内的650名员工，如果在年底之前会开除到只剩300人。记者陈世龙报道。 今麦来看一个好消息，咱台湾羽毛球的选手戴资颖，在中国羽球公开赛女单的4强赛，和世界排名第2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下，最后是摕到决赛门票，嘛确定后礼拜上新的排名会当去登去做世界球后。戴资颖头一局是直直胜哦，干那拍10分钟，就以6比2以输去，加在第2局甲第3局拢赢倒转来，拍入去决赛，而且嘛决定。 后礼拜世界上新的排名，戴资颖会使第3摆搁坐登去世界球后的大位。再来嘛是咱台湾之光，意大利的拿坡里前几日举办2019世界披萨一人的锦标赛，结果咱台湾的代表队是摕到冠军。团队伫咧下晡就转来台湾，其中25岁这个李品仪是这届比赛当中唯一也是史上头一个摕金牌的女性冠军选手。210台湾。全场欢呼声不断，来自台湾的3位选手代表，伫意大利时间19号举行的第18届拿坡里世界披萨职人锦标赛，拍败11个国家代表队摕到冠军。第7名是葡萄牙队，地主意大利队得到第3名。我觉得这一次赢的关键是在于大家团队的合作，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一次的创意，其实意大利人是蛮喜欢的。这场国际组比赛选手拢爱做玛格丽特、马里纳拉加创意披萨等3种披萨。台湾选手除了爱克服面积发酵状况、控制茶油温度，还该发挥创意。因特别选用意大利当地无花果做食材，果然得到评审的耳朵。新鲜的无花果搭配帕玛火腿，它在意大利当地其实是前菜，它会火腿，然后芝麻叶，然后无花果。我只把它再放到披萨上面去结合，其实有点就是传统去加上传统啦。马丽娜她比的是传统，那就是所有人选手都是比一样的东西。那在一样的东西里面，你要获得最好的评价我是觉得这是比较困难一点。特别的是，75岁李品仪是这届比赛中唯一也是史上第1位得到金牌女性选手，而且原本学是设计。后来因为兴趣才半路学做披萨，伊讲要阁继续打拼，烘出真好食披萨，为国家争光。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生活的大代志。卫福部10月4昨暗紧急宣布，针对胃药含着可能致癌的成分，总共38种药品，要伫咧后礼拜1进前全面预防性落架，等检验合格了后，才会当继续卖。药师将会计顶悬的问题胃药拢总摕落来，因为卫福部10月20号暗时宣布，只要胃药成分含有可能致癌的雷尼替丁，佮叫做 NDMA， 拢总需要进行有风险的落架，等待检验确认合格了后，才会当去上架。昨天陆陆续续一直接到那个 PIS 嘛，国际稽查的这个组织有发布一些那个讯息给我们，也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小苏表示，经过清查了后，问题药品除了散位的摩伊定75公司之外，也佫包括了吉卫服饰、智溃定日摩伊定300毫克、溃克定摩伊定150公司、固
固卫智慧模拟顶、加升达卫恩利模拟顶75公司等拢总38种的胃药啊，技术项目低感的原料。它会抑制胃酸的分泌，特别针对有胃溃疡或胃食道逆流的民众，他会使用这类的药。然后特别假设今天又恐慌又停药，可能会造成他的症状更加的严重。药师提醒民众，若烦恼食到有依类的胃药啊，会当先咨询医师，也是药师敢是爱需要换药啊，千万唔通随意停药。药师强调，已经要求各药厂伫后个月18号前恢复自主检验的结果，并且伫后礼拜1、23号前完成落价回收。若无，相关会当重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921大地震20周年。台北市伤亡上惨重的东青大楼住户讲，这20年来已经豆豆啊对痛苦行出来啊。政府嘛，甲今年的9月21定做是国家的防灾日。内政部伫今年阁出册，希望透过纸本会当甲经验传承落去。民国88年9月21，半暝1点47分，南投县即集发生规模7.3千层地震。这惊人一冬带走2454人性命，5万间厝全倒，5万3000多间厝半倒，真侪人家园破碎，也是台湾人永远会记得的一体记忆。刚好在睡梦中嘛，很多衣柜、衣架，然后花瓶都倒掉了，其实蛮震撼的。你几岁？我印象中好像16、17岁。你知道921地震吗？有听过吗？没有。现在。民众张先生带着读小学的后生，伫国家防灾节活动中，教下一代安怎面对天灾。921改变台湾对地震救灾、甲山坡地防治的重视。内政部将地震损毁记录甲省书出版20周年纪念专册，传承救灾经验。台北市伤亡上惨重的东青大楼自救会长陈建华，即马已经是头毛白苍苍。国赔诉讼案家庭起前10年的流离日子，想起来也是真悲伤。当时我的母亲跟我最小的弟弟都在大楼往生，重建的路很缓慢，也很挫折，也很悲伤。中部有亲戚有家，也都去住再回来啊，都这样，是很辛苦的。921改变受灾户人生，陈建华讲，伊后晓佫确定小生命苦难已经过去，不过伊也希望国家不只是出版专册，对建筑无平时都应该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20多年前，921地震了后，台北线中型的青山顶线交通完全断去，目前是维持3个时段的通行管制。公路总局伫咧今年1月嘛启动中建工程的评估，按算伫咧2025年会豆豆开始进行工程。开过弯巧的台北线，高管工务段的资深家属对这个路段是真熟。来到44公里的所在，台北线中环青山上线，为这一长就是20年。为这个角度来看，清楚看到依照海拔高度分成青山上线甲下线，伫20公里外的特机汇合。20年前的921青山上线脆糊糊，到即马拢也封起来。当初人一定先过天会开路霸气，伫遮才会当向天公伯啊犁头。漂亮归漂亮，对，当它水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敬它啦，所以我们就不要跟它阻挡它，我们就让它在我们上面流过去，我们在底下安全的走过就好了，做一个比较低度的一个开发。第一波的引起的两山之间的流水拼拼落来，团长这个时阵行入头前，原来是要替队友铺出一条路，因为佫困难呢也伫后壁。虽然脚底是凉凉的溪水，也毋过绝对无聊客处理，因为这是迄当时都是台北线的路基所在。头前这座明隧道游园伫遮采入，虽然会当看到当初工程的杂北，也毋过结果已经损害。你可以看上面有一点感觉里面压重压下来，因为上面常年下来的落石都堆在上面，没有清理哦。零隧道都有一点下陷的状况。发达的坐力甲岩层风化四过，会当看到大崩山甲霸动的大石头，开路迄当时的困难都会当知影。921了后，天公伯啊，佫将这个路段开放自然，伫遮已经看会到真侪山中生态风景。动物这种
山羌或者是长鬃山羊或者其他的哺乳动物都可以这样子迁徙。是不是用人来顺应天啦？哈，人因顺天，来去跟它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一个相处。伫中怀几啊年的团长认为，自以往的通行需求转化为生态，景观甲高路文史结合的交通廊带，未来规划方向也来评估。不过台北线青山上线的故事还未完，等待继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的消息，印度有6个人因为啉着假酒煞来死，墨西哥嘛发生火车烧农的意外。民众相信甲互相等咧靠，伊拉克卡尔巴拉当地20号暗时，一台载着10多名乘客小型巴士中央爆炸，造成10多人的死伤。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名乘客落车进前，伫座位下面放着一个下着炸弹的碟仔。听讲伫经过检测站的时阵引爆炸弹，因为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重要宗教圣地，警方怀疑这是伊斯兰国针对百姓的攻击，搁爱进一步的调查。镜头射去印度，又搁发生民众啉着假酒的意外，造成北部的城市德拉顿有几个人死亡。बताते कि 3 डेथें कल हुई थी और 3 आज भी अब कॉज ऑफ डेथ क्या है वो एग्जैक्टली पता लगेगा। लोगों का मानना है कि शायद शराब की वजह से हो सकता है। 在印度，因为交酒介绍真贵，真侪人是买不起，就违法戒酒来卖，造成消费者死亡的案例是常常发生。今年2月，印度的阿萨姆就有300多人因为啉着假酒死亡。刚刚发生公共安全意外，搁有墨西哥当地19号下晡，一台送货物的火车经过伊达尔戈的诺帕拉的时阵，互抢匪用路障逼到停车。抢匪爬上火车抢劫了后，后壁送货物的火车未负打洞啊，造成对撞，互31个车厢排练引起大火。好佳在当地警方甲军人紧急赶到位，甲火拍花，马甲伤患送病院治疗，无人死亡。记者陈世栋报道。咱来看明仔载气象预报。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29度。离岛地区24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你要创啥？哦，你点这个啦。哦，我无要创啥啦。你摕拐仔要创啥？